现在时间又再次暂停。这是一只海豹还是猫呢？我也看不清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真的是海豹因为看不到耳朵。时间暂停了，完全暂停的一只海豹。大家都不动，看谁先动。猫也不动，Ivy 的手在动。这只猫也都不动。目前邦邦的表现最好，它完全一动都不动。对，而且它连眼珠子都不太动。这个画面太好笑，看大家可以停留多久。已经过了50秒了，这画面真的是太好笑，我忍不住拍了张照。邦邦表示：啊，动了，邦邦你输了。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算了，我妈咪不要管我。你现在冲啥？你想到可以耶？不知道吗？我上不去啦，太高了，我要怎么下去？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们？大这下海呀，现在怎样？脚软软的，妈咪这里好高。你试试看，慢慢往下跳。我不敢，我真的找不到地方下去。你先到后面去看看，后面嘿。后面吗？你先看看，我来找别条路。点点啦，你去右边。这边更高了，妈妈快点来救我！这样下得来吗？不行，还是没办法。真的有点欢喜。再过去还有路吗？没有，我这边钻不过去。不行哦。我走溜滑梯下去吗？我想要闪亮。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？我会掉下去。你说我不怕？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我怎么不点？我不怕。那个人类要干嘛啦？大家都在帮你啦，再试一次啦。嘿，对，我要下去。我不要下去了啦！算了，我妈咪不要管我。Thank you， 小红最坚强了哦。我不知道啦，我就下不去，我就下不去。妈咪，我的脚抬出来，儿子加油！加油，再来，对，跳，走！站住！你又要爬到哪里？你下次给我这样上去就永远都不要下来了，听到没有？